那么海信送出去。好，咱继续顶回读无煞啊，连续2遍拢读到一半，歹势哦。11个12，好，咱对遮开始读起吼，着抄中日啊。因为上述运势的杨克准的抵达吼，就是杨克准到台湾嘛吼，所以伫2月8日，普特曼斯阁下要顺领 Bradman 号和沃曼号离开的日子，本来是决定是伫个今仔日，但是按照会当替公司服务的需要，阁延长3-4天吼，以便互上述的船只会当装载大批的丝，用来加强要转去祖国的归国舰队的号码。尽量趁就对了哈，当趁尽量趁。希腊生理人叫做 Bendiok 写批互东印度议员普特曼斯阁下的批信是安尼写吼。下底落落长去，这是批信的内容啊。长官阁下已经伫台湾多年，我和阁下也是已经交友长久吼，真久的朋友。事后别离，各在一方吼，已经写到要文言去啊吼。就是以后离开了后，一人一边了吼。虽然如此，我心时常笑念阁下。我有一个朋友伫个江边，毋知是之前讲的迄越南越南一个外岛叫做占坡吼，但是之前敢若叫做江巴岛啦吼。好，我有一个朋友伫江边，伊较早捌欠我真侪钱，伊较早欠我真侪钱。所以呢，我伫咧今年的正月官员申请一张通行证，以便来派一只小只杨克船去拜访伊。经过5个月，我的杨克船要离开江边号的时阵，伫港外拄着荷兰船，因着甲这只船扣留，应该是讲这只荷兰船嘛吼。提走700吨啊护照、1批现款、甲31个零元，以及一个我的亲情，名叫做欧基新东诶吼，欧新东吼，后壁佫一个欧基吼，应该毋是复姓吼，毋知好，反正就是迄只船的顶头700吨护照、1批现款、31个人，甲我的一个亲情吼。伫咧船顶拢去互因压走。伫咧迄寡荷兰人对于迄只杨克船甲护照甲其他号码搬走以后，而且呢，反无我又看无啊，到底是对即只船去用物件用摕走吼？是讲迄只荷兰船呢，还是讲即个本地伊的杨克船吼？看袂解出来，咱继续看吼。因为后壁看的就是荷兰船甲杨克船顶的物件摕走嘛吼。伫咧迄寡荷兰人甲迄只杨克船顶的即个护照甲其他号码摕走搬走了后，开始对南边透真强烈的暴风。第时迄只杨克船会锁啊转去吼。伫咧迄只杨克船顶的阁下的人员看到迄个情形，就应该是上船啦吼。无，一华语的下船就是迄个起山啦吼，着起山坐舢板，着换坐舢板船，过转去荷兰吼，过转去荷兰船遐吼。即只空的杨克船最后完全被互因所气散吼，由我真少的人甲驶转来处理，就是船顶的人掠了嘛吼，敢若留规个足少的人，甲迄只船驶转来，应该是台湾遮吧。伫咧攻击即只杨克船的是，伫迄个杨克船顶的我的人员，捌清明要来甲
国下人员讲，就甲恁荷兰人讲，我以早是安怎咧帮助荷兰人大官处理市场通行证，以便建龙台湾甲国下交易。只要是荷兰人英文讲要含先优先相处，因的贸易就会当长期像朋友安尼来继续进行。因为我伫拢你试讲要用尽我的力量，伫各方面来帮助荷兰人，将来不遗余力就是将来真尽力无保留但是为何现在如此来对待我？因为我想，阮的用迄阵袂阁向抢劫或者是被攻击咯。这是表示敌对，道义表示友善的行为嘛所以我即马知影讲，国下将要离开台湾建龙本国，因此奉告国下，我必须爱君的建龙北方。因此无法度亲自来见国下，也毋过我感觉真奇怪，有感伫国下多年的盛大友谊就是咱有遮尔多久的交情我的人缘较好抑阁会去互恁的人攻击，而且被送去巴达维亚。不过我确信，国下将会帮助我来讨转，甲因讨转来甲我人甲好物拢讨转来，因为国下。到雅加达了后，只要总督阁下特地说明，伊就会考虑我对即个是拓展贸易，等下查一下即个汉字。伊将会考虑我对拓展贸易所做的信息的作为，就是阁下现在所享受的贸易。因此，请阁下思考想看觅若是要阁继续进行贸易，就要规行我拄则讲的迄32个人阁护照阁其他号码，安尼我将以特殊的友谊相对待拓展的拓我查一下顶一回咱有看到有即种布料叫做吉里面这是日本的讲法啦当然，这个词嘛是日本啦本身就是日本的词啦所以咱就读吉里面伊是用来做kimono 的这种特殊的布料好，甘字典。你若想要了解这里面的详细内容，你当甲你 Google 或者是你看顶一回，爸比有抄一寡资料伫内底，伫个 chat room 内底。OK， 这里读做读或者是吐，文言音应该是读所以咱就读文音伊这吐是比如讲。吐起来，吐悬来吐悬啦这腔口悬是可能是下门音的款。和尚吐蕃和尚托钵叫和尚吐蕃。吐球马是啥物意思？我真有兴趣看者，啥物叫吐球马？先用手马来测看有。手马手马就是手把手把知哦？手把，华语人讲我就袂晓，比原理啦叫做手把手马放手马是老为善所以人讲手尾钱就是
就是应该是为善的意思吼。边树马就是含拄只树马相款意思吼。因为你用手的尾溜，即个手掌的手的尾溜嘛，所以叫做树马边树马。哦，吐手马是用手摕物件来比开力，叫做吐手马。所以这只手马讲的就是你的手掌吼。拄手马是手马甲手马互相拄吼，可能是咧，比内力就对了吼，比内力吼，拄手马。吐手马是用手摕物件来比开力，这我就较毋知吼，安怎吐法吼？可能是譬如讲，摕一支棍啊，一人吐一边安尼，一人摕一边吐安尼。好，吐手马是即个意思。等来甘你店家吼，拓展，其实这是文言词啦吼，无定个是对日本来吼，所以我认为应该读文音啦吼，拓展吼。看有台语典有即个词无？好，拄则你拄批吼，主要是讲内容，就讲我含你有遮尔好交情吼，麻烦你斗相共者吼，物件该讨讨倒来。若是总督阁下无考虑效果吼，无将即滴滴啊迄个好物来归还互我吼，颠倒要甲我的人、甲我的人员、我的人甲即个护照要甲扣掉毋行吼，袂阁较好吼。嘛袂互伊搁较富裕啊吼，应该是讲总督阁下啦吼，嘛袂互总督阁下搁较富裕，因为我并无欠即寡人，更加无欠一滴滴好物啦吼。哦，这开口诚大，32个人，伊讲意思无算啥吼，嘛无欠一滴滴好物吼，想看觅吼，互即只用去船。空啰嗦来转来到台湾吼，我毋知影伊讲即个所在是毋是台湾吼？讲处地，我毋知是讲是毋是讲台湾吼？讲互我用迄阵空啰嗦转来到遮吼，无力通去，无法度通去缴纳国税，因若无趁着钱，阁无物件人纳税嘛，一船顶拢无物件。若是官员迄税阵人要求要付税，我除了会甲事实直接讲出来以外，我还阁会当讲啥物？所以我咧摇应该毋是在台湾吼，这批应该是对新加坡迄边寄过来，我咧摇吼。那安尼迄寡官员会安怎来认定讲即寡即个算真恶劣的即个代志吼？若算即我官员啊，因为安尼来大生气，将来对国下必然会造成无益的障碍，甲真大的困难吼。国下即嘛已经享受到的，已经有享受到吼，被允准长期自由贸易，以及被国下已经享受几啊年的即种贸易，拢有可能伫这1.5以来，就因为安尼被取消、被禁止。若讲即种代志发生，国下还阁会有真侪奇怪的想法，伫伊的头壳内来回咧搪塞啦吼。因此，伫个贸易变成变到即种地步以前，互我真严肃、真认真来国下来破明即寡利害关系吼。希望对即件代志好好小想看觅，毋通讲歪插我吼。伫遮佫附上2匹乌色的
这个tro段吼，这个段部，好，望你笑了 ，OK， 这是这张批的内容，11个12，读煞哈，过来15。无用你检验各邦和收尾师，因暗长官普特曼斯阁下体面庄重来向大家示行，对即个热兰遮城堡步枪鸣枪3响，大炮鸣炮9响，以示敬意。最后，停泊伫咧港内即个城堡头前的边队船 Shagan 号嘛发炮3响回应，然后阁下坐洋客船去坐洋客船去换抓，应该是即只边队船啊吼，毋是是 Bremen 号吼，甲 Woman 号，阁下就坐洋客船去换坐去大船，并且随时率领 Bremen 号和Woman 号用旁启航，所在航母总计达是235857号吨。11月16，边队船 Shagan 号也已经满载要运往巴达比亚所定固的航母。所在航母总计达是86000号吨。进行号吨咱超甲算入啊，它1号吨是2万外嘛吼，应该是有遮大吼。你看伊拢后壁即个小数点算到第3位去吼，.7.13呢，我毋知即个.7后壁佫加一个点是啥物意思。好，11月17，有一只洋客船对福州抵达，来到台湾。再来各种精美的飞仔，6、7天内会有6、7只同款的洋客船要来，因已经伫遐收货，而且伫咧短期间内也有几只洋客船对厦门载运各种航母前来。这是17号，过来18。哇！这11号日志我那记甲满，而且足侪篇，其中2篇足大足长的吼。11月18，无用咧装加列号所欠少的航母，并且对飞渡2号落地舱的石头，甲迄个地舱的石头落来。本国个19号也含昨昏无用相款的代志。伊甲19个代志也拢写伫遮。11月19个日子，伫咧议会呢，决议若是随时会当对日本前来的大船女卫号早日来到台湾，就会命令该船尽量装载仓库里已经满的西那号，并且伫咧本个月对以前出航前往巴达比亚。互总督国下和东印度议会，会当用来装上归国舰队运转去祖国，并且决议若是边队船11号对日本来台湾，也要按呢来运货送去巴达比亚。此外，并且决议若有机会要买一只适当的洋客船，特别要来用来。在波斯所定固的飞仔，即个代志伫咧近期内会向总督国下和东印度议会写批请示。11月20，司令官 Quast 坐大船加利亚号满载粗俗的迄个西那号母，一寡丝甲飞仔总计达76000号吨，
出航前往巴达米亚。11月21，有17只渔船同齐对烈士和厦门来到台湾，敢若早来盐甲石头。今仔日还佫有一只洋客船对厦门载150担的糖甲5箱金丝来台湾。报告讲，还佫有10只到12只同款的船会对厦门和福州前来。只要伫西南沿海已经真强烈，继续透6个礼拜的强风，只要这个强风平息落来，因就会出航前来台湾。11月22，有4只洋客船对烈士同齐来入港，载有盐甲米，只为着要伫咧福尔摩沙下方来掠鱼，就是因是为着要掠鱼来吼。11月23，地道看了伊讲，今仔日礼拜日，山地啦吼，特别讲是山地，无特别的事，清爽的天气。其实因山地拢爱做礼拜啦，但是你看因无。人家写日期无咧写这个吼。11月24，牧师 Junius 对新港前来取缔，报告讲，伫咧南方的龙桥的人，显然真乐意要和阮缔定合约，只要照因恳切的请求，派一只洋客船去遐。用来载因的首领前来台湾，并且由长官阁下款待因。乃伫议会决议，为着这个目的，要派一只洋客船前往龙桥。各会记得咱之前有读到龙桥迄个算因的酋长啦吼，首领派伊的阿兄的款吼来拜访荷兰人吼，来台湾才拜访荷兰人，而且因。印象真好吼，对荷兰人印象真好。今仔日有7只渔船同齐对烈士来到台湾，每一只拢载有一寡盐甲米。有一只洋客船对厦门来台湾，载有300担的糖豆，150担的砂糖甲84箱的金丝。带消息来讲，迄只沿前真久的石心的运输洋客船，以及另外4只洋客船。载着各种的商品，也已经对厦门出航要来台湾咯。因认为讲，因为大忙可能爱过几日工，才会当到福尔摩沙。因可能去了片湖，或者是被漂到南边去咯。愿上帝互迄寡忙紧散开，互因会当平安来到台湾。今仔日接到一个互人真伤心的消息，腊场的监督员。John James Van Nair， 伊外号叫做 Lake Beer。Lake Beer 会对主卡写啥？好，等下来读主卡吼。我本来想讲是灰色即个外号什么意思？讲即个人吼，伫咧对岸的赤坎，所以你看伊应该理解啦吼，就是迄当阵。两家城算伫咧外岛，就是迄沙洲啦吼，起的伫咧外岛遐起的一个城堡，爱经过即个差不多叫做啥物岛风内海就对啦吼，爱过水才会当到赤坎吼，毋是连做伙吼，毋通误会吼。对岸，所以讲对岸，讲即个人伫咧对岸的赤坎用步枪伫咧野外。击打一个希腊人，击打一个希腊人，互伊当场死去，当场拍死一个希腊人，有人讲，即个意外发生是因为迄个希腊人拿出就是去拍伊管理的迄几只鹿仔啦，因此就甲伊监禁起来，为着要调查就是甲即个
拄则讲Lake Bill 即个荷兰人，都甲掠啊关啦吼，为着要调查即站即个死亡事件吼，乃由台湾商管议员阿比拉罕·戴克尔先生和 Coronet Salomons 以及台湾遮城堡的主任外科医师，搁一个主任外科医师组成一个委员会去调查。看，这是1636年吼，因对即个事件吼处理方式吼，你看，即个观念，你看因处理即个方式，你就知吼。报告讲，甲迄个新仔人的倒手甲迄个算迄啦吼，甲尸体破开去检查啦吼，就是受伤上重的部位，检验了后发现，这是应该读鼻啦吼，可以读鼻，等下再查者。鼻状因为上述的击打，造成一个非常大甲规啊细即个破孔吼，离孔，而且四周围因为数处出血，这是造成伊真紧死亡的原因。哇，看这段其实我感慨真深吼。这是将近400年前吼，因面对一个死亡事件调查的即个态度吼，而且即个人毋是因家己荷兰人哦，这是一个希腊人哦，对因来讲是一个外国人哦。迄当阵希腊政府甲插种因外国因一个公民伫咧外国去互拍死。根本就无人会插，但是荷兰人因真诶对这是真诶重视吼。当然，毋是讲荷兰逐项好吼，我之前咱读过，我嘛直讲荷兰真正若你手段你足粗残诶吼，你真正拄着安尼你衰甲。但是你看因面对即种代志诶处理方式，我今仔日真正是开眼界吼。好，11个25，有17只用客船摕适合的通行证出航前往打狗，要去遐掠鱼，就是要掠乌鱼吼，乌鱼。即嘛正是掠乌鱼的季节吼，11月吼，冬天啦。我记诶嘛是冬天啊，当然我毋是，我对即个渔业足生分诶吼，无甲足生疏诶啦吼。但是又了知影，冬天诶时阵掠乌鱼。今仔日有一只用客船对历史载着盐甲米来到台湾，目的路上吼，就是想讲要去掠鱼啦。共一日对暹罗诶船长也来遮。依照伊的用客船经过暹罗到芒港，根据本个月17号的决议，允准该船前来台湾遮。伊诉苦伊迄个讲，迄只用客船对芒港港道要出航的时阵，去互真大海涌杀去弄着港道的南岸，严重损害，因此伫咧前送2捆茶柱，这毋知啥物件吼，甲2捆花段做礼物，互阮了后，就向阮请求讲，为着要修理因的迄只船，互伊会当搁再航行，请阮帮因安排一寡代志，并且请阮督促一个迄寡完全无想要帮忙的新仔人等等，因此，长官阁下调集了本馆的议员开会，决定依早的决议，就是要互迄个暹罗人家己去想办法啊。
好，这叫一个词叫做茶苎吼，我查一下这苎麻这个苎是单位来读。苎是读做地甲土，所以土可能是文音啦吼。地土或者是地地，地是应该是白话音吼。地布，网场布，网场地，栽地，地啊，地啊衫，布地。地，伊这写讲地地，还是地土？土是草的名，麻的类吼，比麻较幼，地啊长吼。啊，有一种麻咧叫做叫做土麻吼。所以地是布，嘛是咧用栽地啊，所以。我毋知地和土到底是有差无吼？我来查一个啊，台语大词典看收一个。汉字地麻吼，所以是地麻。地啊，或者是叫做地啊、地麻吼，地啊，吼，这是阮的讲法吼。地啊，地麻，所以你若要讲地麻，爱读地啦吼，毋是读做土啦吼。因为你看所有的什么地啊衫、地啊布、地啊线。拢是读地麻菌。OK， 地麻其实是台湾足普遍的一种食物咯吼，各位可能爱明白一下吼。这个图安尼大家看会出来。差无较，然后查下 Google。放一下这相片较大张诶。好啦，恁则家己去找啦吼，这是台湾最普遍的食物啦。就是较早会当摕来做炒烧啊，看应该是用这对嘛。我无介清楚，因为我出世了，其实已经是塑胶时代吼，连炒烧啊都已经。我最近也时阵，佫有炒烧啊啦吼。后来其实迄炒烧拢足侪拢应该用迄个奶酪，就是较早阮最近爱饲牛啦吼。阮兜是无牛，但是我定定含一寡饲牛的伴出去饲牛，斗阵耍安尼。啊，迄用来扭牛的迄烧啊吼，已经拢是用奶酪啊。我最近也时阵就是用奶酪啊。塑胶的就对啦。好，
另外是花段，即嘛毋知啥物件吼。查一下茶柱，地堆，地堆是啥物件呢？无这物件啦。较袂惯势用即个柄。无地堆即个词吼，Google 拢无，所以地堆毋知啥物件。好，11月25就是讲迄个暹罗的船长送礼数来啦，拜托荷兰人斗相共一下吼，但是荷兰人袂插伊吼。今仔日上息上务员阿伯拉罕戴克前往网港，要去秘密的要偷偷啊亲目去侦查迄个暹罗人的作为，要甲大家什么意思啊？要把大家都说死得马马虎虎的去帮他们修理盖容，这是什么意思？要甲大家算西人就对啦，凊彩就叫因去斗修理用客船吼，互因搁再一遍去担着完全的反感的口味吼。但是写安尼是啥物意思？看不解有。好，11月26，互5只要去打狗掠鱼的用客船摕平常的通行证出航。同一日有一只用客船嘛，为着即个目的，就是要掠鱼啦吼，个东西掠互伊。对历史早盐甲米来到此地，并且带来互人真愉快的消息讲，食心的用客船甲另外一只用客船载着糖甲其他的鲜仔好物，还佫有几只渔船因为暴风驶入去偏湖，好天等天气一好，就要来台湾。上述用客船的人也认为讲，有几只用客船因为上述的暴风，特别伫咧佛罗摩萨沿海，还佫有大王，可能已经风向驶毋对，驶对南方去吼。但愿毋是安尼啦吼。11月27，有2只用客船结伴出航，要去打狗捕掠鱼。台语无讲捕鱼啊吼，掠鱼。11月28，有一只舢舨对网港炸一张上息上有员阿伯拉罕戴克的来批。伊是伫咧本国月25号出发，要去秘密侦查迄个暹罗人，并且将要写批来甲阮讲确实的情况。对迄张事其是今仔日的来批，的确要记如下。因迄只用客船伫咧伊抵达该厝的时，就已经被带入去深水，已经去互带入去深水啦吼。停伫咧网港适当的停泊处，停伫适当的好停船的所在吼。敢若落一大批树木，囥伫咧陆上，伫遐听候因的船长。该用客船对下底遐破损真厉害吼，因此需要油，需要泥台，这是用来要怎修理船哦，需要帮，需要铁钉等等来修理哦。迄寡鲜仔的目枪表现到真毋情愿，因嫌讲代价伤歹吼，就是可能工钱无好啦吼。迄寡伫咧迄只用客船顶做工的鲜仔人也容易嫌讲趁了足少，因此呢造成真侪问题，互迄个暹罗人遭遇着真大的意外情节。
上述的代课嘛写讲，本国月27日有华武人我记是华武人坐5只舢板来迄个石河岛的北边吼。因攻击一只停伫遐咧掠鱼的希纳渔船，有一个希纳人被杀死，11个重伤。上述的这个代课是派将旗官佩岛带领18个士兵，坐一只细只用客船去迄只用客船遐去协助因，但是佩岛因为强烈的箭流甲一直吹来北风，无法度过到迄个所在去吼。就是迄只用客船遐啦吼。这是讲对这只用客船，也是迄个被攻击的这渔船啊。好，无法度过到迄个用客船遐吼，因此无得到任何结果就转来。上述迄寡华武人继续留伫迄只用客船顶，一直到日头落去。迄当阵才带着6只满载落坡含鱼以及一寡其他物件的舢板离开。代课已经甲即个情形写批去码头遐甲牧师 Junius 讲，以后就会听到详细情形。今仔日下晡有下日用客船，就是下对所写即寡用客船吼，对厦门经过澎湖来到台湾，就是迄只停靠真久的石心的运尸用客船，载来300担的青丝，100篮的丝织布料，差不多100锭黄金甲几箱金丝，有一只用客船运来500担糖，有2只用客船只大部分运来要制作糖桶的茶棒甲一寡米，还佫有7只渔船对烈士撒盐甲米来，还佫有今仔日士官 Warner Sprossman 也来到台湾，伊是奉命去放所遐学习语言，并且要调查当地居民的生活习俗等等的代志。伊早下述船船头的4个上主要的头领捡来头领捡来，这4个就是塔古美是放索和内利亚掠的头领，塔马罗维是升温的头领。升温是啥物人？升温是伫咧放索附近，迄对注脚写吼。歹势。升温毋是人啦，毋是人名，是地名啦吼。讲 Tamaroa 是即个地名的头领 ，Tikarovan 是 Jamichi 的头领 ，Divorongo 是 Talalamhe 的头领。因拢是特别来按照因的习俗，按照因的惯习因的风俗，新长官拜访致敬。因此受到伊阁下的欢迎甲款待。今仔日第2回日决议要增订重新长官普特曼斯阁下颁布的关系伫赤坎普查的告示，就是要阁另外修订即个告示，并且决议要互议员叫做Coenred Salomons 对公营特休的公司翻译官坎宾进行税务的临时调查。OK， 公营特休的公司的翻译官去用临时调查查税，伊太过专行过度，就是伤嚣摆啦。因为伊甲一个希纳人真专行来甲监禁伫咧伊厝呢后壁一个房间1个月个因此
追求了公司的权力甲尊严。伊为什么甲关起来呢？伊讲，迄个新仔人欠伊一寡钱。哦，所以你看吼，伊过来吼，就是虽然是受害人是新仔人吼，甲关一个月个，还是这是因公营特休的公司的翻译官是公务人员吼，就是官员吼。结果去用调查吼 ，OK。讲到这，我想到拄则迄个注考，我无读着，我来甲看一下。主要是11个礼拜嘛吼，哇，这几工袂记啊，看觅。好食，讲即个雷克比尔吼，就是讲拍死一个新仔人，即个因为拍死一个新仔人被判死刑哦。因为新仔人和官员的求情而得赦免吼，但是降阶1638年伫东京盗得，袂爽吼，叛国吼，判死刑吼。我阁会记吼，我相信大家嘛拢会记吼。因为我是讲我即个好数的吼。阮伫咧当时开始应该是初中读历史课的时阵，读到近代史，讲讲不管是英国、法国啦吼，外国和西那国签订无平等的合约内底，定来讲着治外法权有无？就是这啦吼，治外法权，就是因无信任西那的法律司法就对啦。啊，所以因定下伫签约的时阵，拢讲即个歹势拜托的吼，阮的人若犯罪，你袂使甲阮卡着吼，阮来处理就对啦吼。所以因定下伫定即个条约的时阵，咱叫做不平等条约啦吼。啊，其实是足平等，就是恁的司法实在太离谱的吼。啊，所以拜托的出代志，阮家己来处理，你莫甲阮学袂来吼。恁掠着人，就要甲我收礼数，要甲我学死尔吼。毋是要甲我调查代志，要甲我处理代志。所以迄当阵你若去看迄当阵，看因咧定即条绝对是写伫内底，你就知影迄当阵时若名声臭到什么情形哦。当然，较早读历史是袂安尼甲你讲啦，即马这是我即马才甲你讲的，你当去查看嘛。为什么因要即条特别要列出来摕出来，甲是哪政府讲拜托，即条绝对爱甲我写了。啊，是哪人就见效转手去吼。讲叫做不平等条约，其实就平等的，因为恁太浓厚了吼，恁野蛮国家。歹势，我莫阁继续讲废话啊。11个礼拜，咱继续读落吼。10:20。所以你即马看，咱已经看2个例，啊，你就知影讲因的司法咯。就算讲受害是外国人，伊嘛是照法律行就对了吼。该判死刑的判死刑，啊，当然拄则看，搁因为什么求情啥，无真正甲处死啦吼。啊，即只是甲一个新仔人掠去关一个月了后，代志就大条吼，特别搁写伫日志内底吼，毋是凊彩代，毋是小可代志就对啦吼。因为安尼。这是读说，等下再查一下，抵触公司的权力甲尊严吼。因为看这足重的啊，你袂使家己学袂来，私刑就对了。好，抵触的抵我先看一下吼。触本来是触还是打吼？抵触要安怎读？
达到的意思就是抵啦吼，抵就是达，达就是抵啦吼，抵触就是抵达，或者是我看这个厝会当读做笑，因为达看的是白话音，笑吼有笑的音就抵笑吼，所以抵笑吼，讲你用实行，你私人用私行啦，抵触了公司的权利甲尊严，这毋是你的权利吼，你袂当安尼做，这是我公司的吼。所以因分足清楚的，为虾米因要依持即个法律的尊严、权利甲尊严？就算讲今仔日一个受害是一个死仔人，迄毋是你考虑的重点，因考虑的是讲，我法律是安尼定，你着要照安尼行吼。啊，所以你着尊重司法，你着尊重法律嘛。好，再一个离教。真无稳定的天气，阴暗，有强烈持续的北风，大船女为河对日本来到港外，但是今仔日拢无送消息起来，因为继续咧透真强烈的北风，人无法度落船的款吼。我咧看芭比记啥物笔记无？因为我留偌济时间来看遐笔记，无有时笔记较济我读袂了。我无讲介最好，再一个三咱个读好煞。强风大平息，大船女维号的主管坐只用客船早就批信，送好单、提单甲一寡现款来起山。伫个用客船，迄只用客船是昨昏下晡坐着领港员所派去的港外迄只大船女维号遐。那笑我看无吼，迄只用客船是昨昏，派去遐啦吼，派去即个女位遐，以便万一该大船有啥物意外的时阵，会当尽量去甲协助。根据安尼看到迄只女位号载266000毫吨的货物来台湾遮。暹罗、坎保迪亚和巴拉比亚有现款和各种商品对机长库库巴克阁下溯及本个月17号的来批。这是你写啥？好，女维克号就是迄天来驶离开日本的。特色就是知影讲，迄寡开销吼，开销，这什么意思？花费5里尔是。数学的惊灵，开销是啥物意思？伫遮是啥意思？价值是哪？价值5里尔、4里尔，搁4分之3、4里尔半的跨面数学的迄个惊灵。伫国下顶一遍的来批讲，已经有人要以银6两钱来全部8000匹布要甲买落来。但是因为希望要用搁较悬的价钱来出卖，所以留落来。但是呢，只会当卖到6两尔，因为事后因为后来生理人大量运来即种布吼，做到按照公司考核的朋友的报告是讲，将来有5年之久，日本会充满即项商品吼。就是市面转即种物件啦吼，因此即项商品会完全取消，就是即种跨面数色的惊灵即种布。天鹅绒3又搁4分3到6里尔，含6到7里尔，以银11两5钱来出卖。红色的西菱卖到银6两6钱。虎条卖到银3两3钱5分，红色的金丝卖到银3两6钱，明环卖到银2两8钱5分，水银卖到银721两。
蜡，蜡吼，即个蜡是腊肉的腊吼。对遮去卖银27两，所收到的加即个怎读？我一时啊，佫袂记即个台语要安怎讲即个词吼，面啊吼，所收到经过加面则袂记，之前咱才读过尔，我总袂记。所收到即个丝啦吼，经过加过经过搅捻的即种吼，有彩色的卖到银377两，白色的276两5钱，深红色的卖到520两，乌色因为卖袂到本钱，所以就甲退还去，重新订购10担上好的深红色甲彩色的，各5担。经说经过别人卖到银3两8钱，白蜡就是写排档古写迄个写吼，每担以银16两6钱6分出售。金罗西进价9里尔9有个1/4的里尔，卖到银15两，26甲6里尔半，卖到银9两6钱。彩色刻花的彩色雕花的缎卖到银6两2钱。布袂用雕花啦，这是什么意思？赤花啦吼，彩色有赤花的缎吼，卖到银6两2钱吼。迄个31816张，鳐鱼婆吼，鳐鱼咱之前有读过，叫做什么鱼啊？一种台仔鱼吼。一张卖到银1两，对上述大船，时间28分吼。对上述大船女为号的要员遐得瑟，因伫因要前来取地的行程中，遭遇强大的暴风，大到因的篷，一度被迄寡夹着大雨的狂风拆破去，损害去。所以必须要驶入去西南沿海的英灵湾吼，迄个海湾叫做英灵湾，伫遐停泊3天，听候好天。迄当阵因为有6只撞击船对英灵市驶过来，有一寡情雨看起来，因会来以凶恶，惊去互因烧掉。就是因看起来，毋是啥物，毋是介好意啦吼。看起来是真凶恶吼，惊去互因烧掉，所以伫第3天冒着强风来离开遐，继续航来佛罗摩萨，过当日平安来到台湾，俄罗上帝。今仔日迄4个伫昨日来到取地来到台湾的，已经伫咧当日就已经有讲过，伫咧南方的庄头的头领来施行，赠送因每一个人2匹空安布，表达敬意。但是放手的头领，因为比其他的头领更较尊贵，例外来赠送伊3匹空安布。这是11个3早可能读煞，12个明仔载再继续读了吼，已经30分啊。我看爸比的笔记遮拓展，拄则讲手把手尾吼，晚相扑吼，这是倒位的讲法，但是当然看是了解意思啦吼。这个爬墙啊，这个老农民哦，欢迎你来，但是我毋知你留一句话是啥物意思。手掌的指头啊，指尖的部分吼。好，尾扇就是
手无钱，手无钱有敢若有两种意思，一种是为善，一种是敢若淡薄甜伫手的迄种的，就是人个性是手会甜，甲甜一寡钱，迄到尾敢若是要入棺材进前，敢若甲迄钱摕出来分互死碎的款，迄手无钱。若拄着是衰到哪来啊？OK， 马文替我讲者，拄着衰到哪来啊？注重人命的程度有所增差。迄个年吼，毋是年啦，我即嘛一时也袂记。就是翘骹练喙手迄个练啦，我即嘛想起来吼，叫做练吼，假练。台语叫做练，捻胡须迄个动作叫做练。台语读做练，你若有兴趣查，你再家己去查。台语读书你应该有修吼练，但是毋是即个汉字念吼，即个汉字练，你若去查，家己咧读做念，念是啥物意思？就是华语的捏啦吼。所以你即个汉字书写安尼，你若台语是读做念。读做念吼，你若台语，但是华语读做念的意思，就是翘骹练喙手迄个练的意思。所以，共一个汉字伫咧台语的意思，甲华语的意思是完全无共的吼。即个动词吼，大家小分得清楚。即个翘骹练喙手即个练字，我定定拢袂记，因为看即个华语的念我就实在要想要念迄个音，就一直拢念袂出来吼。练喙手就是即个练吼 ，OK。好，所以你绞捻的丝经过绞捻，绝对是经过夹捻，毋是经过夹念吼，你无可能死是用念，是绝对是用练吼。好，安尼读到遮10:33，应该无啥问题啦吼，芭比。若无咱就关房了吼，感谢各位。好，多谢大家，关房。